各位有馬份蘇雲戰，大家好。首先咧，同大家咧分享幾匹咧馬圈新聞。有一則係關於馬會嘅劍入騎師薛兆恒。大家都知啦，劍入騎師薛兆恒父母咧就係薛順強同埋余詠詩，佢嘅父母咧都曾經係做過騎師。而家咧兩個分別已經成為咧呂健威同埋賀賢馬房嘅副練。劍入騎師薛兆恒咧真係名副其實咧，出自呢個賽馬世家。正所謂咧虎父無犬子，其實咧薛兆恒咧喺香港受訓嘅時候咧已經非常矚目啊！見到佢咧喺香港試習嘅時候咧都有幾好嘅身手，所以馬會好多人咧都對佢咧非常睇好啊！薛兆恒咧喺上年年底已經俾香港賽馬會安排去咗咧南澳展開咧實習。師承咧練馬師郭朗堅同埋奧力基。薛兆恒咧至今咧已經累積咗咧244場嘅出賽經驗，當中咧勝出咗咧25場賽事。經過咧呢10個月嘅學藝，終於咧迎嚟咗好消息，就係咧薛兆恒咧終於可以由而家嘅鄉村賽事轉戰到城市賽事出賽。薛兆恒咧近日接受咧澳洲媒體嘅訪問嘅時候，佢對嚟緊嘅城市賽事非常期待啊！由於自己師傅主要喺鄉鎮馬房訓練所以可以派馬嘅次數有限啊。由於而家可以獲得咧城市賽事嘅騎師執照所以佢深信咧對佢個人發展幫助咧非常大啊。嚟緊嘅星期六，薛兆恒咧將會喺城市馬場出賽，將會喺萬富圍馬場集齊6匹參賽馬咧出戰啊。其中包括咧師傅訓練嘅2匹賽區。當記者咧問佢今次賽事嘅機會，佢都指出啦，今次佢嘅坐騎均屬咧前領型嘅馬匹。若果咧到時咧順利發揮希望可以爭取到咧頭馬。到時咧如果薛兆恒如果喺城市賽事贏取頭馬，當然佢嘅父母薛順強同埋余詠詩一定最開心。你喺呢度咧祝福薛兆恒可以喺星期六首次喺城市賽事出擊，就可以咧打響頭炮，旗開得勝啊！至於第二則馬圈新聞就被譽為咧英國馬壇嘅神雕俠侶，英國著名女騎師杜婉欣將會由下個禮拜3即係11月5號開始，直至去到咧12月23號，將會嚟香港客串啊！杜婉欣曾經喺香港策騎有一定嘅成績，佢曾經喺香港一共攞到4冠3亞4個嘅成績。其實大家認識杜婉欣都係來自馬會舉辦嘅國際騎師邀請賽，當時大家見過佢嘅策騎，都認同佢個鞍上功夫非常紮實尤其係騎一啲後上嘅馬，好似當年佢策騎姚本輝馬房嘅駿馬快車，就發揮得淋漓盡致顯露佢騎後上馬有幾勁所以杜婉欣今次嚟香港客串，應該受到練馬師一定嘅歡迎雖然杜婉欣人仲未到香港，但下週3谷草夜賽，佢已經book定咗6匹馬上陣當中包括偉達馬房嘅勁進非凡、姚本輝馬房嘅樂勝天下、賀賢馬房嘅科創世紀。五彭志馬房就提供2匹坐騎，包括長龍區同埋閃電戰另外再有羅富全馬房嘅有心意，暫時分別有5個馬房都有馬提供俾佢。所以如果杜婉欣一早有好成績，到時唔同練馬師一定大把馬提供俾佢。杜婉欣最近英國唔係咁如意睇下嚟到香港之後可唔可以破悶局，成為炙手可熱嘅騎師，我哋就拭目以待啦。至於第3則馬圈嘅新聞，當然就係賀賢馬房女戰白騎師黃寶妮終於可以獲得批准可以喺快活谷上陣嚟緊星期日，即係11月2號，黃寶妮就可以喺快活谷初次上陣。對於佢今次快活谷嘅地標戰雖然佢首次喺快活谷上陣，但係佢可以得到6匹嘅坐騎，當中包括第1場嘅銀兩豪俠、第2場嘅起舞飛飛、第4場嘅征益大師、第6場嘅手到再來、第8場嘅幸運星球同埋第9場嘅包裝伯樂。一共6匹嘅參戰馬，雖然第一次嘅地標戰有6匹馬咁多，但係睇牌面就係普普通通，可能得1-2匹馬搏跑入前列。所以對於佢今次嘅地標戰，估係攞經驗定係可以攞到頭馬，到時跑過至知。至於今次賽事我哋想同大家分享一匹消息馬。呢匹馬啱啱喺上次賽事至攞到嚟香港第1場嘅頭馬。由於呢場頭馬佢嘅演出非常好加上賽事之後佢嘅狀態一直都冇回落，所以幕後決定立一打埋黃牌，希望可以贏到佢嚟香港第2場嘅頭馬。OK， 今次賽事我哋想同大家分享嘅消息馬係第10場10號馬勁進區。勁進區呢匹來自紐西蘭嘅自購馬，今年5歲隸屬呂健威馬房。勁進區未嚟香港之前喺紐西蘭跑過2次，得到1冠1亞成績。嚟咗香港之後，勁進區喺前季季尾被編入第3班出賽，當時馬匹評分係63分。第1場賽事報跑沙田1004米，呢場賽事最終只能夠跑第11名過終點，由賠率81倍見到。呢場賽事幕後只係俾勁進區適應下香港嘅環境，熱身居多
競進區喺上季屬於第二季咧喺香港出賽，一共跑咗咧11場賽事，當中攞到咧1亞1季嘅成績，跑咗整整一季啊，始終都唔可以贏到嚟香港第一場嘅頭馬。競進區啊，步入今季賽事，由於幕後見到咧競進區過往咧跑快高1650米，每次演出咧都非常接近啊，判定馬匹啊非常適應跑馬地嘅環境啊，所以幕後決定啊打後賽事啊，由於安排專攻咧跑馬地1650米呢個路程賽事啊。競進區啊，今季一共跑咗呢個路程2次，分別攞到咧1冠1亞成績。當中最重要啊，梗係可以令到咧競進區贏到嚟香港第一場嘅頭馬，同馬主有所交代啊。睇翻咧競進區呢場頭馬，其實佢嘅演出啊非常犀利啊。呢場賽事啊，佩騎師潘頓當時要孭咧129磅，但最終咧競進區可以做出咧1分38秒咧53嘅時間。呢個時間啊，比標準時間1分40秒1啊，足足快咗1秒57嘅時間。競進區做出呢個時間啊，可以話相當犀利啊！其實喺呢個時間啊，如果睇翻當晚啊，總共有3場1650米賽事，當中包括咧2場4班同埋1場3班賽事。結果競進區啊所做出嘅時間喺呢3場賽事啊，係做出最快嘅全場最快嘅時間。最值得我哋留意嘅係當晚第3班1650米賽事頭馬告東尼馬房嘅爆笑。當時咧爆笑所做出嘅時間都唔可以快過咧競進區。另外可以留意到啊，呢場嘅頭馬爆笑啊，當時只係孭到咧116磅出賽，但係另一場賽事嘅競進區啊要孭到129磅。競進區嘅班數啊有低過爆笑，當時佢嘅孭磅啊又比爆笑啊孭多13磅。結果咧個時間做得咁快，所以由呢兩匹馬做個比較，就可以反映出咧競進區嘅演出啊非常犀利啊！競進區啊跑完上場賽事之後，好快咧喺沙田咧回復正常操練。期間副練馬師啊薛順強啊仍然非常重視咧競進區，大多數嘅操練都係由佢自己啊親自處理。競進區啊由於喺晨操表現啊仍然相當好啊，整體嘅狀態啊一啲都冇回落，所以幕後決定咧立刻打埋黃牌，報跑嚟緊嘅星期日賽事，目的就係希望可以替競進區啊爭取嚟香港第2場嘅頭馬。競進區級別賽事啊繼續報跑咧1650米呢個路程。由於今次咧要升上3班出賽，所以孭磅啊只需要咧117磅。由於孭磅少咗，所以今次騎師啊改為由咧鍾易禮策騎。其實咧鍾易禮啊都騎慣騎熟咧競進區，人同馬都曾經咧跑過一直第2名過終點。今次賽事競進區同上次賽事一樣，都係抽到咧第11檔。當然呢個檔位咧都比較難跑。希望到時鍾易禮可以將馬匹咧擺喺前邊馬群嘅位置。今次練馬師啊呂健威要心彈借咧競進威俾騎師鍾易禮，希望到時啊鍾易禮唔好令到咧呂健威失望啊。競進區雖然今次升班，睇佢上次做出嘅時間，所以幕後對佢有一定嘅信心。大家到時臨場可以留意下。OK， 多謝大家收睇。希望咧如果中意呢條片嘅朋友可以俾個 like 我啦。另外咧如果未訂閱我呢個頻道嘅，希望可以得到你嘅訂閱啦。多謝大家嘅支持，拜拜。